在深处，我低声祈祷，你的爱将黑暗照耀，每滴泪水你都知道，带我走向平安的怀抱。在深处与你相遇，你是我的光，我的依靠。风雨中，你不曾离去，你的恩典充满我心跳。夜色降临，心人平静，你的声音温柔安宁，每个脚步你都同行，牵引我走向永恒光明。在深处与你相遇，你是我的光，我的依靠。风雨中，你不曾离去，你的恩典充满我心跳。你的真理像清泉流淌，洗涤我心，充满力量。即使黑夜漫长无光，你的手依然将我扶向天堂。在深处与你相遇，你是我的光，我的依靠。风雨中，你不曾离去，你的恩典充满我心跳。在深处，我低声祈祷，你的爱将黑暗照耀，每滴泪水你都知道，带我走向平安的怀抱。在深处与你相遇，你是我的光，我的依靠。风雨中，你不曾离去，你的恩典充满我心跳。
夜色降临，心人平静，你的声音温柔安宁，每个脚步你都同行，牵引我走向永恒光明。在深处与你相遇，你是我的光，我的依靠。风雨中你不曾离去，你的恩典充满我心跳。你的真理像清泉流淌，洗涤我心，充满力量。即使黑夜漫长无光，你的手依然将我扶向天堂。在深处与你相遇，你是我的光，我的依靠。风雨中你不曾离去，你的恩典充满我心跳。在深处，我低声祈祷，你的爱将黑暗照耀，每滴泪水你都知道，带我走向平安的怀抱。在深处与你相遇，你是我的光，我的依靠。风雨中你不曾离去，你的恩典充满我心跳。夜色降临，心人平静，你的声音温柔安宁，每个脚步你都同行，牵引我走向永恒光明。在深处与你相遇，你是我的光，我的依靠。风雨中你不曾离去，你的恩典充满我心跳。
像清泉流淌，洗涤我心，充满力量。即使黑夜漫长无光，你的手依然将我扶向天堂。在深处与你相遇，你是我的光，我的依靠。风雨中，你不曾离去，你的恩典充满我心跳。在深处，我低声祈祷，你的爱将黑暗照耀，每滴泪水你都知道，带我走向平安的怀抱。在深处与你相遇，你是我的光，我的依靠。风雨中，你不曾离去，你的恩典充满我心跳。夜色降临，心人平静，你的声音温柔安宁，每个脚步你都同行，牵引我走向永恒光明。在深处与你相遇，你是我的光，我的依靠。风雨中，你不曾离去，你的恩典充满我心跳。你的真理像清泉流淌，洗涤我心，充满力量。即使黑夜漫长无光，你的手依然将我扶向天堂。在深处与你相遇，你是我的光，我的依靠。风雨中，你不曾离去，你的恩典充满我心跳。
在深处，我的身吸到你的爱将黑暗照耀。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同起立来，向我们神献上我们的敬拜与赞美。十字架的大能，总加赎回我灵魂。排长，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你十字架的大能。加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们。信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大能，你十字架的大能，总加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信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求主，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才牵我去传扬你的爱。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求主，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才牵我去传扬你的。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赐我信心宣告。凡事都能，
一粒麦子。我们仍然站立。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无论多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你可以靠你的手来向神来宣告说：主，我愿意。像种子落在地里，世上生命必放的生命。主，我
下旨意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弟兄姐妹，请坐。让我们成为神迹的器皿，因为我们是瓦器，蒙神的不弃、不厌倦，拣选了我们。因为瓦器有是神的宝贝，也打满了神的能力。主耶稣，你照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赏赐独特的位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献上为你所有，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以细心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主耶稣。主耶稣，你照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赏赐独特的位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有。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细心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有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以细心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让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着你召我们出黑暗，带我们进入那奇妙的光明里面，又为我们赏赐我们，给我们一个独特的位分。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可以今天站在你的宝座面前，让我们来服侍你，敬拜你。透过我们今天的服侍，我们要成为那新造的人，在主里面成为那新造的人。我们要成为神你那神迹的器皿，
让我们成为在你的圣洁国度里面，成为你的子民，来宣扬主你的爱。主，我们谢谢你，愿我们今天我们的敬拜蒙神你所喜悦，馨香的活祭，讨神你的欢喜。孩子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为我们成就我们每天的生活与工作，从一切大小事到每一天的恩典，不论好与坏，都单单因着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创造我们全能的奇妙神，我们就向你献上赞美。现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透过陈牧师的传讲、分享与教导，求你圣灵充满与我们同在。这时我们摆上我们的时间，才能金钱作为圣工所用。求你悦纳，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节，在哥林多前书9章23节，预备来。我为了福音的缘故做这些事，目的是在跟别人分享福音的好处。哥林多前书9章23节，来，再一次。我为了福音的缘故做这些事，目的是在跟别人分享福音的好处。哥林多前书9章23节。好，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这个是迦南60周年的时候的一个青年牧区他们所主办的卡达恰的活动。哦，那这个大声一点，可以大声一点，没关系。这个活动他们是从体育馆那边集合，然后租借公用的脚踏车，然后骑到南昌公园哦，然后在那边有一些活动。那当天呢，有大概有40多位的弟兄姐妹来参加。好，我们拍掌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哈。那今年教会逢60周年，所以有办了很多系列的活动哈。
然后从老到到中年到青年到少年都有哦，那这是一连串的哦。好，那仍然一样哈，我们今天非常的谢谢陈一志牧师哈，陈牧师他曾经在1988年到1991年哈，在教会服侍过，他是音乐牧师哈，因为陈牧师在音乐上的造诣非常的高哈，所以他在这边担任。你看，我们1988年我们就已经有音乐牧师了哈。好，我们谢谢陈牧师今天的勉励，我们谢谢他。好，那9月28号就是下礼拜天的早上9点，在新堂就是在这里9点哦，记得哈。下礼拜天是早上9点，在这边我们要召开临时的和会，那我们要选出长老跟执事。如果当天没有办法出席的，请在9月27号，就是下礼拜6之前，要以书面向小组长或者是小会书记来提出。那这里是长老的候选的资格，总共有6位哈。那我们有严吉慧、黄才之、田处瑜、廖松辉、全嘉玲跟蒋承谋哦，然后有10位，我们有教会有提名10位推荐的执事候选人哦，有朱俊地、杨金柳、林木桥、吴洪哲、陈慈雅、简正峰、詹宜芳、谢信吉、吴荣恩、陈新、蓝恩典、林子轩。好，那从这10位，我们下礼拜就会再选长老跟执事好，今天下午等一下就是1点的时候，在49号的401教室，我们有第422次的长执会，请长执准席预备心来参加。然后松大已经开学了哈，然后他有一个松大讲座，都很多人来参加哈，它是线上的哈。9月24号礼拜3早上10点半到12点，请潘函数督导来主讲认识性侵害症状与危机的减压，欢迎参加。那个周报上面有那个连结哈，我们直接从周报上面扫连结就可以再来参加这个讲座哈。然后下礼拜就是在这礼拜6下午的1点，我们有一个桌游自我成长的挑战赛哈，在1点在49号的401教室要举办桌游比赛，请选手务必12点50以前要报到领取名牌哦。然后当天的流程还有规则都有在教会的公布栏那边公布，我们可以自己去那边查看。然后社区的医疗咨询，因为下礼拜是临时和会，所以我们暂停1次。松年大学招生，因为中大已经开学了哈，然后它还有一些的名额在生活日语班、旅游日语班，还有手作艺术班，还有经络养生班这好新哦，还有书法班都还有名额哦。然后师资非常的优秀哦，修3科还有特别的优惠哦。要报名的请洽我们的松大干事詹翠芬。好，松大旅游10月2号，他们要到棕色的花海观光之旅。棕色在台中嘛，对不对？在有一个旅游，那欢迎会友报名参加，就是说不是松大的学生也可以报名参加。费用是1180块，含保险哦。好，那竹中在10月16号有一个重阳敬老的感恩礼拜，10月16号礼拜4 10点，在台中的后里东达美馔餐厅，那费用是500块哦。那如果要参加的，请在9月28号之前向苏青或者是丽华姐或者是琼黛姐来报名，那缴费。好，肢体的消息，华2区的胡连珠姐妹，就是黄世玉小组长的妈妈，在9月19号的礼拜5，下午蒙主恩召，享受79岁，愿主安慰的灵与遗族同在。好，那我们来介绍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一位来宾，叫做他住在永福西街哦，永福西街就是靠近大南那边哦，可是他是在桃园市桃园区哦，他叫做何永妮，对不对？来，我们请他起立哦，我们欢迎他何永妮哦，姐妹哦，欢迎他，他已经受洗了哈，好，谢。来，帮我按一下，当掉了。
等一下我看一下哈，可以吗？好，来，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节，在哥林多前书9章16到23节。哦，那我们弟兄来念双数节，然后姐妹来念单数节，预备来。为着传福音而夸口，我不过是奉命去传的，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那么我所得的报酬是什么呢？就是我有传福音而不叫人花钱的荣幸，就是说不享受传福音应得的权利。跟犹太人一起工作，我就像犹太人，我也要争取犹太人。虽然我不处在摩西法律的控制下，我却像生活在法律下的人，我也要争取法律下的人。在信心软弱的人当中，我就做软弱的人，我也要争取他们。所以在什么样的人当中，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用什么方法，我总要救一些人。好，那我们一起来欢迎陈怡志牧师，他们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是传扬与传承。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高兴能够来到我们的新堂，这是我第一次来了哈，也看到比较年长的弟兄姐妹哈。廖长老，你算年长吗？不错，一般的华语礼拜都是少年的啦，可是我们当中有比较年长一点的，我觉得很棒哦。所以这只是语言的表达方式不同，但是我们的敬拜的心是怎么样？一样的哦。感谢主今天是几号？9月21号，26年前发生什么事情？有经历过的举手。表示比较年纪大一点的哈。有26岁以下的吗？有嘛哈，好多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是凌晨12点多，你们在干嘛？睡觉，被摇醒了哈。是哈，那时候我在台南太平径教会。我的小孩他还很小哈，念小学哈，我赶快下楼看他们有没有怎么样。结果我最小的女儿说：“不要一直咬我了，我要睡觉了。”我说：“发生大地震了哈。”好，所以我想每一个人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都记忆犹新了哈。那所以当初8年前，曾博志牧师打电话给我说，要我这一天来，我就说那天是到大地震所以要发生大事喽，很高兴今天能够回家，回家来讲道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叫做国家防灾日让我们能够虽然处在一个地震带，我们常常发生地震，对不对？是我们处变不惊，我们也要做好防灾的准备那今年是我们教会社教60周年，对不对？好，1965年，我今年已经70岁了所以表示我10岁的时候
我们的教会就诞生了哈。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通过这一段的经文来跟我们思考一个题目，叫做传扬与传承。好，刚刚题目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哈，来我们念一次，来，传扬与传承。什么叫传扬？啊？出去传福音，是不是传扬？传承呢？就是一代接一代。刚刚看到庐山，阿善不见了。那时候我在这边的时候，我是1988年到1991年在我们教会，等一下我会稍微做介绍那应该说是30几年前了我来到我们的教会，迦南教会应该算也是我的牧师的摇篮了下礼拜天就是9月28号，1988年的9月28号，我封立为牧师，就在我们的迦南教会。没有迦南就没有我这个陈牧师了，真的。所以我非常感恩然后也非常怀念。虽然只有短短3年，但是许多的回忆常常都会浮上来，包括刚刚讲的廖长老是很照顾我的人真的，人缘投，不但人长得帅，心也很美我当初不住在教会，我住在中央街那边，一开始就是廖长老的家租给我住的了，对不对？那个是豪宅不是那个很窄的窄是很漂亮的房子，在桃园来讲是非常的很棒的房子后来我就搬到陈世林长老的家，他有买新房子，我就应该说跟他当然鼓励我们把它买下来，我就买下来，变成这个不是无壳瓜牛了我就有壳了谢谢廖长老那个时候的照顾那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就是传扬福音所以教会在60年前我们来设立设立的目的是什么？传福音。我觉得一开始就问说，基督徒不需传扬福音吗？我是用否定句。好，这是因为有原因的我曾经在公报教会公报，我们有在看教会公报吗？比较少现在都网络也可以查得到3000起的，我还记得很清楚。我里面有一个读者回应因为有一个牧师跟我也很熟了他也是长老教会的牧师那个时候他在某一个教会，然后我也还在牧会，我们的青年团契、社青团契请他来演讲，讲的题目就是说，基督徒不需要传福音，只要好好的生活就好了，你知道吗？他说圣经并没有记载，这个可以把文章打开来吗？刚刚在台礼拜也用一段时间我边讲你们把那个文章提出来而我的回应就是说，因为当那个时候他在我们教会，我那时候在双园教会然后讲完以后，我有跟他对话，也跟他说一些的，不要说辩论了只是说他说到圣经没有记载，这句话就不对啦。圣经没有记载传福音吗？有没有？比比皆是啊，不是吗？我们刚刚读的圣经哥林多前书就是还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罗马书旧约以赛亚书都有提到他怎么可以公然的说圣经没有记载，叫我们去口传福音？
我书里面也提到，如果没有传，谁能够听得到？没有传，谁能够信？所以传福音当然是要用嘴巴去传啊，但是他只提到说，好，我们只要好好生活，意思说好的见证啊，就会吸引人来教会了，成为基督徒，那么容易吗？他只是讲对一半。我的文章里面提到说，你讲对一半，没有错。我们要有好的行为，那是外在、内在，让人家看到我们好的表现。如果基督徒也跟人家收贿啦，也跟人家说谎啊，会不会说谎？会吧？也跟人家做一样的事情，败坏的事，那还算基督徒吗？没有好的行为，别人不会相信你是基督徒啦。那当基督徒是不是很辛苦？会不会？要比别人更好啊！不过这只是应该的。那另外就是你要外在，你要用嘴巴去传。他在演讲的当中，或是说他在那个就是叫公报记者有把他讲的内容登出嘛，都一模一样。他说对台湾人讲弥赛亚，他们听不懂啦。我们跟人家传耶稣说耶稣是弥赛亚吗？请问弥赛亚是什么？救世主，我们知道吗？他说那只是对犹太人他们知道的，所以台湾人都是民间宗教啊，他们听不懂啊。我说你错了。我说今天若不是早年那些外国的宣教师，我们都叫阿多啊，是不是？像马街、马雅各医生有没有？还有很多啊，数不尽啊。他们远渡重洋，来到我们这个蛮荒之地。以前我们台湾叫什么？唔捌几个健保卫生啊，听过吗？就是卫生不好，又没有受教育。他们带着医疗、带着福音、带着教育来改变我们。我说，若不是这些宣教师，你我今天能够成为基督徒吗？甚至我们成为一个教会、基督教会的牧师啊！我就不客气跟这个牧师这样讲。我说他们来台湾没有讲弥赛亚，他们怎么传福音？像中部有一个梅干乌牧师，他传福音的方式很特别哦。他就敲锣打鼓到庙场、庙埕啦到车站，到人多的地方、街道、这个街口，就开始敲锣打鼓，然后就大声的喊说：“上帝盼见囝。”他用台语讲啦，上帝失落了孩子，掉了孩子了啦。哇，台湾人很善良嘛，就赶快出来说：“上帝是谁？上帝的儿子是谁？我们不要帮忙他找。”没有牧师怎么说？上帝的儿子就是你跟我啦。然后他就开始传，上帝来寻找这些迷失的孩子回家，就是这样子啊，这么简单啊，这就是福音啊，不是那么很艰深的。你看耶稣在传福音也是一样啊，但是用很多的比喻，有没有？天国像什么？让人家很容易就了解。所以，基督徒需要传福音吗？好，我们这个有机会再看的因为字太小了，好，我们下一个，好，就回到我们江南教会来说，60年前10月31号，教会诞生了。我们是有一群从桃园教会，桃园教会算是我们的母会，有30几位弟兄姐妹，他们开始分社另外一个教会来做礼拜。当初是在一个弟兄在永乐街，陈明甫弟兄的家的车库卡口，应该是很大了
哦，然后就椅子摆出来，就开始怎么样做礼拜了。哎，就一个教就诞生了哦。啊，当初有中会的郑连坤牧师成为我们的小会议长，应该那个时候他在大甲教会、台卡教会，然后就把我们的教会定名叫做迦南教会，这个历史我们应该都知道哦。好，1966年我们就升格堂会了呢，隔一年，再隔2年8月，我们就聘请了陈希信牧师成我们第一任的牧师，而且我们也在1970年就购买了我们49号的中华路49号做我们的礼拜堂。以前礼拜堂不是长这个样子啊，哦，是矮房子平房的，这是我们的开始。好，1972年我们就聘了第2任牧师，就是陈道雄牧师。刚刚我也跟牧师娘见过面，我抱着他，啊，看到他就像看到自己的亲人一样。好，他在我们教会是任期最久，22年，告诉我够久了。哦，哎，在这个22年，然后他很有干劲，很有作为，是一个很棒的牧师，开始训练长子信徒。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推行以前叫家庭小组、增长小组，还有我们推动3福个人谈道训练，听过吗？哎，我们就捐了好几期，哎，也至少有40-50位的队长。好，可是我们现在比较没有在注重了哈。好，因为在转型哈，我们也开始推行所谓的长子轮休制度，让更多的人能够加入服事的行列。1982年，我们也在49号，我们重新建新的礼拜堂。好，我们一直在更新了哈。好，所以到1988年，我们也第一次哦，在台湾来讲，开始有团队的牧师。啊，他就邀请林峰牧师，还有跟我，我们一起来组成一个团队的一个 team 嘛，林峰牧师就负责关怀，因为他会协谈的专家。那刚刚卢山说我是音乐牧师，我那个时候开始，我不是学音乐的，不过我对音乐很有兴趣了哈。我也指挥过很多的合唱团，所以就指挥我们的圣歌队。那时候我们还带我们的圣歌队。复活节啦、圣诞节都有唱清唱剧，归本的啦，整本的我还带他们去暑假的时候去旅行演唱，廖长有一起去吧？我们去埔里，去到原住民那个什么东埔，去那边演唱，顺便旅游，我们。是演唱的时候，我们还制作那个录音带，那个时候要录影不容易了，那个卡带的我还请嘉谦solo，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崭露头角了就那个艺术演唱的那个天分了好，这是过去了我们就这样3年我那个时候还30出头嘛。所以跟廖长算是我的兄长辈了可是也跟我们玩在一起还有顺正啦、胡昌啦、俊如啦、文杰啦、文杰、康文杰长老，大概我们的孩子都比较相近所以大家玩在一起。我们也成立了社青团契，然后我也推动了成人主日学包括一些的。圣经的课程然后我们也组了一个垒球队，每个礼拜天我们都去国小的操场去练习，小孩子玩在一起，真是过年我们有放假嘛我就跟福昌顺正他们去几天的，也不到环岛了，就是这样去旅行。这些的回忆都留在我的心里面了好，那后来我们
陈牧师离开以后，我们又有庄德章牧师成为我们第3任的牧师。我们有李仁玉牧师、谢淑蕊牧师成为的这个团队。到了第4任就有郑正的牧师，他就是郑连库牧师的儿子了。好，后来又到圣经公会，那时候我们现任的陈柏之牧师就很年轻了哈，成为他的青年牧师。后来也去开拓嘉光教会，还有许成改牧师，现在在文山教会哈。好，再来我们第5任呢，就是这个尤伯牧师啊，有刘英燕牧师，还有陈伯雄牧师这样的团队。好，现任到我们的陈柏之牧师，这就是我们教会的过去到现在了。我们也推动很多的事工啊，也在转型啊，甚至我们跟社区也连结。我们也注重灵性的成长啊，我们开始也有小组化的教会啊，我们甚至你看，我们就要买了新的礼拜堂啊。好，这就是我们的迦南的开拓，还有我们的宣教史哈。那应该说是半年多前吧，我们的主任干事就跟我联络说我们要出一本特刊我大概没有见过1天我就写了这一篇了走过迦南60之山了刚刚我已经大概都分享过了60之山才多少？30分，20分之一啦，对不对？廖长老数学很好技巧问到最准了其实不长，但是我刚刚都已经分享，就是这3年当中我有这样的启蒙了所以后来我在南省念穆万学博士班的时候，我的论文就是写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牧师团队牧养的经验跟一些的访谈我就写了这篇的论文当然不是只有写我自己的经验，我也去访问双年教会啦冈山教会啦德生教会啦尤其是我后来也到太平间教会，也是一个 team 我到新兴教会也是一个团队，所以我用这样的经验跟同工们同道们一起来分享好，那接下来介绍我自己了因为我离开太久了比较资深一点的会友看到我都还认得我感谢你们了至少我没什么变了这是我爸爸他叫陈坤聪其实他的身份证叫陈聪了那个坤不见了。以前那个身份证他青菜报户口有时候都写错字，好了啦因为以前户政事务所人书也念不多，对吧？都随便写一写他的身份证叫陈聪其实他真正名字叫陈坤聪。我爸是彰化县田中的人我们出生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这个家也是因为我的祖母信主以后，有人跟他传福音他信主，然后我爸爸也跟着来信仰。我曾经写过一篇我爸爸的一个事略，叫做《医疗传道的实践者》陈坤聪执事，在《新使者》66期的杂志里面所以我们如果想要看也可以 Google 打我的名字，或是打陈坤聪这个名字，就会出现这篇文章。大概内容我写得很清楚我爸爸从小他国校毕业以后，以前念到国校就不容易了啦，你知道吧？其实我爸爸本来不姓陈，他是收养的他原来是姓郭。那因为我的祖母都是生女儿，那以前有一个传闻，就说如果修一个 K 囝生一个儿子，就会生弟弟啦。
所以有些人的名字叫招娣，有没有？招娣啊，哦，我爸爸就刚出生就被领养了，所以跟原生的家庭就断绝了，所以他来改姓陈。好，可是我祖母视他为己出啊，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有基督的信仰哈。那我爸爸也很孝顺他的母亲哈。他国校毕业以后就在镇上摆摊子，要开始做生意。可是他觉得我不能这样子就过一辈子啊，我应该学一个技术，所以呢，他就到宜兰东山乡有一个同安诊所去做药剂生，去学医药。然后几年以后，出差啊，他想说就回到家乡来，然后接着因为年纪也有了，就跟我的妈妈，在1932年结婚了，那以前都是媒妁之言，没有见过面。父母讲好就好了，就台湾话叫撒这堆啊，然后那个时候洞房花烛夜，以前的电灯哪有这么亮啊？弄5节给了，听得懂吗？不是很亮，很暗，然后又乡下要看帮打，那个叫什么蚊帐，所以这2个人就睡在一起了。洞房花烛夜，也看不清楚谁是谁，长什么样子，你都没见过面嘛。第2天早上太阳升起来，房间亮起来，我爸爸尖叫一声，哎呦呀，被吓死人！说他娶到了一个阿母，娶到一个母亲啊，因为我妈妈瘦，24岁嫁给我爸爸，我爸爸大他2岁。以前24岁就是老新娘啊，因为我妈妈以前也要做事的哈，在山上帮忙我外祖父，帮他爸爸要做一些的农事啊，所以呢比较操劳。以前也没有什么资生堂啊，可以化妆啊，是不是？然后人又长得比较瘦啊，又黑啊，所以就看起来就怎么样，比较操劳了，所以我爸爸才会说他娶到一个母亲呢，伤不伤人啊？不是那个伤人伤人的心啊！这是我妈妈讲给我听的啊。他们以前很保守，不会牵手在一起的，都是我爸走前面，他前行后退，从来不会牵过手。一直到我爸爸生病在台大医院，要过马路的时候，因为我爸爸鼻咽癌，身体很虚弱嘛，才牵着他的手过马路。那是他们生平第1次牵手，都没有手牵，只有生11个了，我是最后一个。我跟我妈调侃的我妈妈你无牵手就生财的若手牵手就生拖拉一卡车，搞囡仔，跟我妈妈开玩笑这样的。虽然是这样，他们很恩爱，信仰都很好。真的，我们的信仰是从爸爸妈妈的信仰来的。照理讲，我爸爸有这样的医药的医术，对不对？那个时候叫做恰卡神啊。以前医生很少啊，懂得医术不多啊。我爸爸就是可以开药嘛，你如果肚子疼啦、肚子痛啦，或者是拍油漆啦，长不大，有没有？我爸爸开的药很有效他是算西药，不是中药可是他最喜欢那个时候，他受到一个就是50年代啊，那个时候有贝加运动嘛，然后有一个叫宋尚杰博士，听过吗？老一辈应该听过，宋博士来台湾培灵布道奋兴，有医治这样的一个培灵会布道会。我爸受他影响很大，他就
燃起他一股要传福音的热忱。所以以前他们常唱的诗歌就是得来呀，得来呀，趟歌轰动，就是浪子要回头了啊，你要悔改啊，哦，或者说迷路的人就行得等，迷路的人要怎么样？要回转。我就喜欢唱这个歌，然后也组了一个布道团，一个乐队，他当队长打大鼓，都到车站到庙埕去布道，就是这样子。然后他是喜欢骑脚踏车，不是去玩哦，不是我们刚刚那个卡拉车那种，他是骑脚踏车，然后带着他的药包到处去医病，去彰化的一些的乡村啊，云林县的哈，像我们廖长老是西螺嘛，他烤藕、义藕哇，大概在那个地方，那四湖那个地方去看病，然后也到南投山上民间啦、集集啦、水里啦，一出去都要1个礼拜呢，不是说这隔壁而已，然后每次回来都没有赚钱回来，台湾说得蹦记啊哈，我妈说你出去1个礼拜都没有赚钱回来哦，人家都没钱啊，好一欠吗？他说人家也没钱啊，那就给他钱嘛。不过还好，我赚了许多的灵魂。因为我爸爸都跟他说什么，我的药虽然可以能医治你的病，但是唯有耶稣才能够拯救你的灵魂啊。我曾经在一个杂志见证的文章，就是彰化西周有一个叫钟铁甲弟兄他写的，他写到我的爸爸名字，我眼睛都亮起来，这不是我爸吗？陈坤聪。他说这位陈坤聪每一年都会到他们家来，彰化县西周乡的一个溪尾村。他的妈妈然后叫邱英社，素容嫂，都跟他说邱英社，你不要再拜了啦，你要来信耶稣了。结果都被他妈妈用扫把把他扫出去。我们家不信你们这种亚手搞信没人考没有，以前都这样被讲。我爸都不生气，都跟他说许荣社是你的福气还没到，你福气还没到啦，福气到了，耶稣爱你，耶稣祝福你。我们传福音不见每个人都会接受，会不会被拒绝？当然会啊，我爸爸不会怎样，每一年都去，每一年都到了第6年，那个许荣社主动来找我爸爸说，陈先生你赶快来。怎么了？我想要信耶稣了。我爸说怎么了？天天都病啊！太阳从西边出来啊！他说我们家大家大大小小都生病了，有行大概不行啊！哇，整个屋子都黑压压一片，因为都拜嘛，烧香。他说好，你要信耶稣可以，但是第一个你要除偶像，不能再拜这些偶像了，他们都是假神。他说好，我决心。然后第二个，你要去教会做礼拜。那时候西周还没有教会，他们要到北斗教会，不但去做礼拜，而且要受洗，成为基督徒。他说好，我愿意。我爸爸就为他们祷告，然后也请牧师来除偶像，整个家庭翻转了，改变了，真的，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了。你知道我们迦南教会，当初我在这边牧会的时候，1988年到1991年，我们教有一个弟兄叫陈德华，廖长还在还知道他已经不在了有一次他爸爸从田中特别上来到德华的兄的家。我知道了，我赶快去看他，因为同乡的嘛。他说：“你就是陈坤忠执事的儿子哇！现在要当牧师，好棒哦！你知道吗？我们德华，以后你德华了伊让我台语讲了我要在华语，我再翻成国语我们德华小时候不幼稚了不好幼稚了，
是你爸爸开的药让他健康起来。不但这样子，你爸爸要叫我们全家都要信耶稣。我们真的呢，就全家都去教会了。所以你爸爸是我们的恩人啊，恩经郎啦。哦，我听到这里，我好感动哦。所以我爸爸撒的种子。所以我妈妈没有要求，我妈妈其实也跟爸爸要求说，啊，你不要这样奔波了，你就在我们镇上哦，街上开个药铺、药店哈，啊，人家会来给你看病，这样我们的生活也比较稳定，你也不用这样四处奔波。可是我爸爸就不要，他是喜欢到处去传福音，你知道吗？后来我们刚有讲到贝加运动。哦，有很多的教会成立嘛，希望在1965年10年以后，教会跟信徒的人的数目能够倍加增加，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期间圣灵动工，教会如雨后春笋，设立好多。那有教会一定要有传道人，对不对？好，传道人从哪里来？一定从神学院嘛。他神学院毕业来不及啦。哦，我们常常说那个叫什么，供不应求。哦，来没有那么多的传道人，所以那时候我们的长老教会就兴起一个叫做嘱托传道，就是你没有受过神学院的训练，你也可以来当传道，只要你那个热忱。我爸爸就回应，然后回应上帝的呼召，到了云林的义五教会、义五教会。去当主多传道，大概有2-3年吧。啊，我那时候很小，我记得我还去跟我爸爸一起住。那晚上因为教会是在那个田里面嘛，哈，哦，大家睡觉的时候有那种会爬行的那个爬进来，蛇啊！我爸爸看到说撒旦推去，撒旦推去，哦，那个蛇马上怎么样？嘘，哎。我还记得，印象深刻哎。因为创世纪里面讲到那个蛇就是撒旦嘛，撒旦对去，哎，哦，蛇听到我爸爸这样一喊，就跑走。所以你看，我爸爸除了那个义五教会，也开拓了四湖布道所、台西教会、伦北教会，还有回到田中成功布道所，一直到他生病，1963年为止。所以他一生都是为传扬福音摆上。所以到1966年我10岁的时候，就是我们教会设立那一年，他蒙主恩召。好，这是我爸爸的故事，用了比较多时间了哈。那我爸爸的这样的传福音的热忱，就很自然传承到他的子女。我们有6位兄弟，我爸爸生了8男3女呢。你知道哈？那有3个小时候就夭折，所以有抚养成长、长大成人有8位。那6位兄弟里面，我们有4个人成为传道人。啊，我的大哥陈一鸣牧师，那是我爸爸小时候就命定的，就是说出手的果子要献给神。啊，这个故事讲起来要很长啊。啊，这另外。我就不讲了哈。我大哥就是小时候他知道他要成为传道人，还有我的五哥陈怡照牧师，啊，我的小哥陈怡玉牧师，我大哥五哥都已经不在了哈，还有我本人。那我们一生都为主服侍哈，传扬福音。本来我要当传道人，我大哥不是很同意的。他说：“你3个哥哥都当牧师很辛苦的，你干嘛？你赚的钱都比我多好几倍。”我那时候当乐师，白天也在工作，在一个专利公司，那个时候40年前，薪水加起来有4万多那个时候牧师才1万出头吧，所以我大哥你他个拜你我说没有，哥哥，我大哥，人活着不是只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生命的意义。我大哥听完以后，然后很高兴，为我按手祷告。
在他的书房祝福我，然后每一次他出去讲道都会提到我，我说大哥不要再讲了啦，哦，我说这是神的呼召了哈。好，所以我大哥跟五哥都已经不在了哈，现在我小哥已经也74岁了，哦，我们都已经退休了。那我哥哥也在跟病魔征战哈，他也得了癌症，很辛苦。好，我知道我们的生命就在主的手中，我们只能够用我们的生命为主来奔波。所以我虽然退休了，我已经退休了，但是我的师母常常说：“你老刚堂走的可以走。”所以我都不推辞，只要有什么地方，像我现在在协助泸州教会。他们现在没有牧师嘛，今天拣选我现在可以宣布是我的女婿蔡东旭牧师，我的女儿就是玉香，她现在在美国攻读管风景博士，刚刚他们长老传讯给我拣选通过了，感谢主。所以他们11月就会搬回来，然后就会在泸州。因为这4年，我的女婿也很辛苦，他把牧师工作请假然后专心陪他，然后神也赐给他们有3个儿女，老大6岁了也念小学了，老二是男生3岁，第3个女儿也是女儿，满1岁了他们今年东旭有带2个女儿回来因为要报户口要入籍，因为这样子，所以才介绍给泸州教会，就这样很神的带领了所以今天他们拣选，我这几天其实也是蛮担心的啦7上8下不过刚刚那个他们长老有传简讯给我，所以已经通过了而且还蛮高票的感谢主我们一家都成为神的仆人本来玉香也不想当师母的她喜欢弹琴，喜欢当老师她现在也快下个月就要口试了如果口试通过，论文已经提交了口试通过就可以得到博士学位，就可以学成归国好，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哥林多前书》第9章16到23节，是记载保罗传福音的背景跟他的心路历程好，我们今天读这一段经文，可以看出保罗他本来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他是犹太教徒，他也是希律不是法利赛派的，他是大数人，也有罗马公民的这个权公民权，所以他很鄙视这些信耶稣的人都称他们就是背教。台湾话是以前我们信耶稣叫背教嘛，背教西伯兰考，没听过？所以他就在抓这些基督徒，破坏基督徒。可是有一次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耶稣以后，耶稣有一个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他原先的另外一个名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啊？”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基督。”好，这个时候他才相信，原来耶稣是复活的主，是活火的神所以他有180度的转变不论是在思想上，在行动上，他也努力的传扬基督的福音当然，一个角色这样的很大的变换，很多人不相信这个一定是卧底的啦，是不是？怎么可能？所以会说出许多诽谤的话。因为他曾经迫害也诅咒基督徒，所以批评他有什么资格可以当传道人呢？保罗听到这些话，当然心里很难过但是他知道他过去所做的，所以他还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他
写给这哥林多教会，这我们读的圣经第9章特别辨明他的身份，他也要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会友，他当初所传的是耶稣基督的道理，你们本当知晓才是。保罗在这个地方传道，他传福音没有什么好夸口的，是不得已的嘞，是必然的，是确实的。也就是说，这是上帝所交代的，都不传我就有灾祸了。可是如果做传福音呢，我就有赏赐了。好，所以他知道这是他的使命，也是他的献身，因为他认为如果不传福音，就是违背上帝的命令，一定会遭受到灾害，会受到咒诅。所以他只有尽力的去传扬福音。好，在19节他也提到说，他虽然是一个自由的人，但是为了要多得人，他甘心成为众人的仆人。好。或许有人认为说啊，这是一种妥协，但不是，这是他的传道的方式跟目标。为了多得人，他要跟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像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律法以外的人，好像儿童，我们要讲儿童说理解的话，像年老的人传福音，我们要说他们所能理解的，这样才能够沟通，这个叫做认同啦。曾经有个牧师被邀请，这是一个笑话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到天体营，你知道我们听过没有？天体营去演讲，他为了认同这一群天体人，所以他到了以后，到后台就把他衣服都脱光光。他想说既然天体营我不能穿衣服啊，结果一出来因为那天体营说今天有牧师来，我们要把衣服穿上。所以牧师从后台出来。发现大家都穿衣服，哎呦，赶快又回进去把衣服穿上来。那些天体人都说：“哇，牧师这么认同我们，那我们也要认同他。”就把衣服又脱光光了。牧师再出来好了，这是笑话了不过这就是认同了。像什么样的人，我们就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而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啊！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有没有？举手。好，感谢主。哇，今天这位弟兄穿得很帅，干球球哎呀，好像有看过你很面熟的样子以前我们当乐师也都要穿这样子。我曾经当过乐师我吹萨克斯风我们上台制服就穿这样的，很帅，你怎么信主的？怎么信主的？有人跟你传福音，带领你。来关心你们，所以就吸引你了，跟你的小孩到教会来。是我们家人教会吗？不是吕代豪牧师在五股啊，对，拔他入校，好吧。当机，真的哇！哈利路亚！你贵姓？王弟兄，扣上，旁边是你的夫人吗？是那你很好的见证，太棒了好，所以最后牧师要跟大家提，这个我们就跳过了我们要跟人分享福音的好处，看这就是好处，生命的改变。传福音很辛苦了，真的，而且会受咒诅，不是会被骂，反正或是会被拒绝。可是我们一定要努力的操练自己。你要怎样传福音，你就要在信仰上、在灵性上也要操练，每天要灵修、读经、祷告。教会有什么训练，我们参与我们当中一定有很多人喜欢运动嘛，对不对？如果说你是一个运动员，
你一定要受过很长时间的训练，严格的训练，这样才能够有好成绩啊！你看那个得奖的，这样容易吗？他们是长时间这样训练来的呢。不论什么样的运动，才能够得到好成绩。所以我们努力传福音，是为了要得到那个不会败坏的什么冠冕呢？懂不懂？保罗曾经这样讲，我们要得到那个不会败坏的冠冕。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方式很多，但是最有效果的就是用我们的嘴巴，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行为去传扬福音的内容，再加上我们有好的行为、好的见证，来吸引人认识耶稣。所以我期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60周年虽然有许多活动，但是我们还有下一个60年吧。可能在下一个60年就120年了，对不对？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都不在了，可是福音还是代代相传的，这就是传承啊！我们把棒子交给下一代的人，所以我们就要充实好自己，平常也要与别人交往，包括我们的同事啊、我们的朋友、未信者啊。他们都还没有信主，没有接触过，都再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广传福音啊！这样我们社教60周年才有意义啊！期待我们能够福音普遍传扬，代代相继传承，好不好？好，直到我们的主再来，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回到迦南，我们过去在这边生活、牧养的教会，跟弟兄姐妹一起见面、一起聚会。谢谢主，你的祝福，让这个教会在60年来蒙福蒙恩许多，也历届的牧师牧师团他们的付出，所以有些我们的长辈已经不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想念他们，我们也相信他们所做的主必坚固。谢谢主，让我们在今年能够迎接60周年的社教的感恩，也谢谢主，让陈朴志牧师能够从美国回来，继续来带领我们。我们也期待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在秉承过去这样的宣教传扬福音的热忱，能够在传承将来的年日当中，也求主祝福在牧师以他的家庭，还有我们所有的同工们，让我们都能够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荣耀主你的圣名。我们将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不好意思，时间耽搁太多了哈。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同工。来，弟兄姐妹，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传讲他为人死。
然站立来领受神给我们的赐福。是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传扬福音是你交代我们的大使命。我们必须到普天下，到我们的邻居，到我们的社区，对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同学、同事来传扬福音。谢谢主，在60年前设立我们迦南教会，让我们能够广传福音，来拯救许多世上的灵魂。我们要代代相传，来传承这样的使命，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与呼召，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哈利路亚，请坐。排长。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被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哈利路亚！拍掌，归荣耀归我们上主。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边。跟你旁边的人说，凡事都可能。好，麻烦大家一起帮忙收。